2024巴黎奥运伫7月27到8月12举行，公司和花市成功摕到转播权，民众会当无时差看到精彩体育比赛。另外，文化部也是头一届组队去到巴黎参加文化奥运，要互国际来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内容。 2024巴黎奥运就要伫7月27到8月12开始。迎接闹热滚滚的奥运，公司甲花市成功摕到转播权，互台湾的观众朋友无时差欣赏比赛。跳甲真精彩，霹雳舞歌手杨嘉丽带来活力演出。今年巴黎奥运霹雳舞第一摆列入正式竞赛项目。台湾霹雳舞一哥孙金昌参加比赛门票，也加做台湾史上第一人。杨嘉丽也献上祝福。 会压力蛮大，但我相信他应该是会蛮享受这次的舞台。孙正，干巴的克拉塞哦！我真的蛮期待他们去好好享受在场上发光发热。东京奥运空手道女子55公斤级铜牌肖清新、文珠云也用家己参加大赛经验鼓励选手享受舞台。今年巴黎奥运，咱摕到16种运动奖类，60项参赛资格。奥运是唯一能够把大家绑在一起的，而且 重新让台湾有认同感，我们的选手赢跟输是大家关心的，其他不关心。有关表示，除了奥运比赛，文化部也第一摆筹组台湾日文团队去巴黎文化奥运，动员23组团队，超过120人，要分享奥运盛会，和国际熟悉台湾多元的文化内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